咱着欢喜，着庆祝。上主啊，阮求你透帮阮，互阮希望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宣扬你的伟大。即时，咱三甲来吟圣诗第245首，厝若毋是互咱去。请起立吟全首。来。即是请咱大家由阮徛伫，咱同齐来做咱的信仰告别。请，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今是一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全能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上土，做下尾肉体复活，永远的命。阿门。请坐。即是咱三甲来启文第28篇，诗篇108篇。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线到永远。愿以色列讲，伊的慈爱线到永远。愿阿伦祭司的家讲，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伫危急的时，我求上主。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赢。甲我开公义的门。这个门是上主的门，是圣地人袂当入去。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起厝的师傅器材少，已经诚侪上重要的下少。这是上主的作为，感觉真奇妙。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阮求你，求你透帮阮。奉上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祝福。着举手机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我宣扬你的伟大，着感谢上主，因为
以至善，业转线到因啊。这是阮三界来阿道祈祷。阮所敬仰的天父，阮的主，感谢你，搁固守阮经过一个礼拜的时间。但今仔日是主你所赏赐，互阮安息的圣日，互阮有份来甲伫你的圣殿内面参加敬拜你。虽然有兄姐因为家庭也是身体软症叮咛、工作的需要，拢无法度来到你的圣殿参加组织，阮也恳求你。有缘赐福，伫因的身上，甲因的家庭、医治、工作，互因凡事拢平安顺遂。阮伫天里的爸，阮的爸，伫阮的生活当中，我毋敢讲，阮真艰苦，因为迄就表示阮无得到上帝的恩典。我毋敢讲，阮真忝，因为迄就表示阮无得到上帝的福气。阮袂讲无好听的话，因为迄就表示阮无得到上帝的智慧。阮无应当快快的生气，因为迄就表示阮无得到上帝的赦免。阮不应当无感谢，因为就表示阮无得到上帝的祝福。爸上帝啊，阮的主，求你不断的用圣性来光照阮，互阮伫属灵的生命会当改变、反转、提醒，是因为你的奇妙是无通比，互搁较侪人来明白你的诚意，来仰望主上帝你。愿你的名声，互阮会当有勇气，甲别人讲，我因为信主，有耶稣基督做我一生的荣耀甲帮赞。祈求你，互阮伫试炼中信心中无欠缺，因为伫你的话内面，你有安尼启示阮讲，多多得到神来求，拢无犹豫，因为犹豫的人，譬如亲像海涌互风拍来起落，迄互人免打算对主有通得到啥物。天父上帝啊，互阮有欢喜的心。因为欢喜的心是好药，忧伤的心情互苦达。恳求你来透放阮心中遐无正确、无快乐的念头，互阮拢通对主你来讲，阮内心现在开始有换心、有正直的灵，互阮拢总充满有你的恩典。互阮所有一切拢会当行通，诚侪忠心的管家，热心服侍，愿一切荣耀拢归乎天父上帝。愿安尼祈祷、恳求甲感谢，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是咱三个来看圣经。今仔日圣经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1节到第2节，第二段是第3章11节到15节。第4章第1节到第2节是安尼讲：人就掠，阮做基督采用做上帝遮个奥妙的管家。各所仰望伫管家是爱得到伊敬重，
第二段的圣经在3章11节开始是用安尼写：因为所下的地基以外，无人维系别的地基。地基就是耶稣基督。总是有人用金、银、宝石、茶、草、稻壳起伫即个地基顶面。逐人会讲，地要显现，是迄日要显明伊，因为要对火来显现。火要试验逐人的工是甚物款？人所去做的工，若还阁着还留的，就伊袂得到工钱。人的工若烧落去，伊就拄着损失。道道本身要得到救，毋过是亲像火对火中来脱出。以上，这是上帝的话，愿主来赐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这时，请圣歌队来学乐，学乐的是我山顶的脚印。
今仔日真欢喜，邀请到国际读经会郑昭仁博士来到咱的当中来讲道。伊的题目是一个新的群体。牧师，长老、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代表督教会来感谢牧师教会邀请，吼督教会今仔日会当来遮，兄弟姊妹分享上帝的话。虽然我是台湾囡仔吼，我伫高雄小时候就在高雄长大吼，但是用国语讲道吼，有时阵会袂啥认得吼。若讲无好的所在，兄弟姊妹会当甲我指导一下吼，等下中可能有的时阵转袂过来时，我用可能用华语吼会夹杂一下吼，所以我在此代表督教会，特别是我的我的姊妹吼，就是督教会执行长伊王茂才，伊有来遮教过就业游总，伊大家问好。本也是即道伊应该是伊来遮分享上帝话，但是呢，伊即礼拜伫美国的即个纽约美国伊遐有一个华人教会来邀请伊分享上帝话教即个就业游总所以再一次感谢再一次感谢下骹呢，我要参兄弟姊妹分享一个。题目叫做一个新的群体一个新的群体。但是这个上帝话正间分享上帝话头前呢，我先来用5分钟的时间来简单来介绍这个督教会伊的这个历史伊的事工的内容吼。差不多督教会，我操作他牧师伫开讲的时阵，知影讲这个教会桃园长老教会已经130几年的历史吼，真正是。感谢上帝会当伫遮即个建立即个教会。督教会是152年以前伫英国的时阵，伊成立即个督教会即个机构吼。来台湾差不多应该是58年台湾已经差不多58年伊的目的就是讲，伊要传福音传福音参教会服侍教会伊参教会配搭。把上帝的话能够传给下一代这是介重要一个目的啦督教会即马伊出版一个叫《每日研经释义》逐日信徒会当读圣经的一个读经的一个刊物可能大家拢有手上都有一本伊主要是台湾教会牧师以下的按5天会当把这个圣经完全的读一遍我即摆伫台北我即摆是伫台北南港，但是我之前呢是徛伫新竹我之前是新竹灵粮堂我伫新竹灵粮堂聚会我伫新竹灵粮堂差不多我做10当的这个执事会主席内底经过建堂的这个经验，我迄阵的经验就是讲，全个教会若会当用一本这个。灵修的教材对整个教会兄弟姊妹这个灵命的成长是将有帮助啦所以鼓励大家当一起用一本这个灵修的教材你若感觉讲每日研经释义有帮助你鼓励你可以来订这个每日研经释义。内底除了圣经之外，有一寡短话，当鼓励弟兄姐妹，比较像灵修的文章比较像灵修。你若要一当内底把圣经拢读一代，伊下骹呢，伊下骹有一个进度，伊会讲甲你讲，你一当下底会当读这个速度的进度会当甲读好了伊差不多有大字版啦大字版就那。目睭若较需要讲看迄字较大我感觉对我有帮助无就标准版无就简体版若年轻人想要看电子书伊也有电子书会当看伫外口呢读经会有一个同工伫外口你若有一寡其他的属灵的书籍你若会当去看卖咧，会当帮助你你会当鼓励你可以去购买一下鼓励你可以去购买一下。
这是淡江教会一个庄牧师庄玉牧师，伊那规个教会拢用每日研经释义所以伊差不多一档前一档半前呢，伊逐日按照每日研经释义也录差不多10分钟到15分钟，对这一段经文每日研经释义经文伊做一个补充另外就是客家神学院的这个温牧师温永生温牧师，伊即马按照每日研经释义这个进度呢，有写一个伊的心得我感觉讲哇，写了真正是足好庄牧师也分享很多的兄弟姐妹感觉讲对因足有帮助的所以鼓励你们会当来加入这个 Line Group 读经会的 Line Group， 扫进去差不多早啊，差不多5点半，所以你得收到一个 Line 的这个 link 你若入去甲看，你得当听庄牧师的差不多15分钟到15分钟的这个补充你甲点落，你就看到温永生牧师伊的这一段经文伊的分享对你搁读圣经搁读每日研经释义，你对这一段的经文应该是在默想，应该是很多的得着很多的得着。OK， 内底呢，今仔日伫周报内底有每日有读经会都行会伊的这个奉献袋鼓励弟兄姐妹可以为读经会奉献因为有帮助这个弱小教会，特别是这个原住民的一些教会，它有帮助他们免费把这个每日研经释义送互这个较人数较少的教会，互因使用另外一个就是讲，伊即摆有一个特别的方案就是讲伊若兄弟姊妹愿意为有这个负担为读经会奉献1000块钱的话伊这内底有3本册3本册。第一本册叫做《嘲笑谎言》嘲笑谎言。第二本册叫《领袖的21种特质》。第三本册叫做《哈哈别上当》你会当为3本册内底选一本奉献1000块钱的话，读经会可以送给你3本里面的1本我家己有看这3本，我差不多拢看过第一本叫做《嘲笑谎言》，就是讲其实基督徒有的时阵会互一寡无正确的这个谎言欺骗譬如讲我这款人无可能讲会喜乐的啦喜乐敢若牧师迄款较有可能喜乐，也是讲我这款人无可能传福音的啦，敢若牧师迄款会当传福音，也是讲这款的情形即摆足歹啦，祈祷也无效这个都是谎言他列了很多的谎言帮助你破除，能够活出一个新生命别上当的是互囡仔读的啦内容跟嘲笑谎言差不多，但是用囡仔的话囡仔的一寡受欺骗的谎言盖尾一本册叫《领袖的21种特质》伊其实是一个牧师叫做 John Maxwell 伊写的这个册，伊甲圣经内底有讲到，你若要做领袖，有一寡特质你一定爱有的写了足好的。我细汉时我就互阮家己的囡仔去读我即马伫公司伫上班的时阵，我买即款册互阮的这个团队的成员我嘛互因读叫因大家讨论一下因为这内底其实你若要做一个领袖，伊甲你讲你有什么特质这3本册拢是足好的册，鼓励弟兄姐妹，你若要么就奉献给读经会无到后壁单独购买也可以单独购买也可以。好，我今仔查兄弟姊妹分享的一个问题，一个题目叫做一个新的群体一个新的群体。上帝甲按所有人呢召聚来甲桃园长老教会伫遮，上帝要伫遮建立一个新的群体。这个新的意思呢，毋是讲按像外口的人呢生做无共款毋是讲按去泥头门还是按怎，毋是。按这个新的群体伫这个桃园市这个所在，为什么说我们是新呢？因为按照别人的价值观是无共款，按照别人的价值观，别人礼拜日的时阵呢，可能去山顶，可能去海边去佚佗但是按来这个教会内底，按来敬拜俄勒安的上帝，人会感觉够奇怪有的时阵落大雨，嘛
照常安尼学乐安尼祈祷安尼上帝，那安尼价值观参外口的人是无共款，因为安尼价值观参外口的人无共款的时阵，上帝讲恁是一个无共款的群体。最近我读一个文章啦，我读就一篇的文章，迄篇文章呢，伊写甲讲最近的社会，安尼社会呢有一寡现象，这个现象是足奇怪的现象。伊讲，咱徛的厝呢愈来愈大间，但是有的时阵人甲人中的距离呢煞愈来愈远，咱的脾气煞愈来愈大。伊讲，咱即马享受足侪生活中的便利吼，比如讲，咱的 7-11 足侪吼 ，7-11 足侪，但是咱属于家己的时间煞愈来愈少。伊讲，咱会当读，有的人呢3-4个学位啦吼，博士学位硕士学位一大堆，但是看到一寡知识的时阵呢，或者尝试的时阵，煞茫然唔知影，敢若会晓读册尔。伊讲，安尼这个社会。这个专家愈来愈多，但是这个社会的问题嘛，看起来愈来愈多。咱食的药啊，食了愈多，愈食愈多药啊，但是咱的健康煞愈来愈往下走吼。伊讲，咱这个社会双薪的家庭愈来愈多，但是同样咱的离婚率会愈来愈悬，离婚率愈来愈悬。伊讲，咱不断的趁钱，但是渐渐却失去家己的价值渐渐失去自我的价值这篇文章伊是讲，其实问题是出着讲，咱的优先顺序，咱的价值观的优先顺序放唔对所在啦。今仔日咱要思想的这个问题是一个新的群体。上帝讲，这个新的群体参外口的人，咱的价值观是无共款的，而且无共款的哦。毋是讲咱参别人生做无共款，是讲咱的价值观活出来的价值观是无共款的。外口的人呢，你若甲骂呢，伊个甲你拍转来。但是教会兄弟姊妹会当选择原谅有的人对咱做无好的代志，我们可以选择原谅。外口的人感觉佫奇怪。外口的人呢，看的拢是短暂的物件，但是基督徒看的是永恒的代志，永恒的代志。伊感觉讲足奇怪，这是上帝要伫咱中做的代志，这是上帝要伫咱中做的代志。我要来看今仔为哥林多前书来思想一个无共款的新的群体呢。之前呢，这个。哥林多前书呢，一定要来思想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这个教会，哥林多前书是保罗伊所写的第一封的批信哥林多教会。本来这是第二道的宣教旅行的时阵，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哥林多教会，伊本来是第二次的布道旅行的时阵，伊本来是要亚洲的庇推尼，本来要为亚洲那边走的但是伫马其顿的时阵呢，英暗伊感觉有听到一个叫马其顿的呼声。伊讲伊英暗伫做梦时阵讲，有一个马其顿的人讲过来甲阮帮忙，迄阵保罗的顺从圣灵的带领就进入亚洲进入欧洲，伊就无去为亚洲，以为进入欧洲。所以因为这个。特罗亚、西准来到沙摩特拉，到菲利比，为菲利比呢，为到帖撒罗尼迦到雅典，为雅典呢，该尾要到哥林多这个城市哥林多这个城市是一个足特别的城市足特别的城市，伊的地理位置是伫遮，地理位置遮，伊的历史是安尼因为伊的地理位置北边是北希腊。南边叫南希腊，伊中间呢拄甲北希腊甲南希腊两个所在连做伙，所以伊的地理位置，中文叫枢纽啦，枢纽的位置。伊足早就是一个足古老的城市，商业特别的发达。迄阵在主前146当以前，迄阵的城市非常的繁荣但是迄阵这个城市呢，选择讲伊要反抗
罗马政府，伊无要纳税啦，伊无要听罗马政府的。哇，迄阵罗马的皇帝足生气的，伊就派军队去拍这个哥林多这个城市，拍入去了吼，因为迄阵罗马军队足强的啦，拍入去了，罗马军队要杀鸡儆猴，把所有的男生哦、查甫的拢杀死了，啊，查某人查囡仔呢，袂去其他的所在做奴隶，所以主前146年，你若去读历史的书的时阵，哥林多这个城市是一个废墟，因为查甫的拢杀了，查某人查囡仔拢袂去外口其他的所在做奴隶。但是因为所在伊的这个地理位置呢，足重要的吼。因为我感觉讲，你看北边是北希腊，南边是南希腊，另外一个所在是讲南部欧洲的船啊呢，若要来到土耳其，即马土耳其这个以佛所这个所在做生意的时阵，伊爱船啊爱驶到南希腊啊，较靠入去吼，较靠入去。但是呢，这个哥林多因为是一个狭长的这个半岛同款吼，所以这起一个运河吼，这是差不多我差不多7、8年前，我去希腊开会的时阵，迄阵我的姊妹叫这个我姊妹王茂才，伊也袂伫都经会服侍，伊参我去开会吼，伊走去佚佗，伊就参加旅行团一日游，为雅典呢去这个哥林多这个城市啊，哥林多这是真正即马运河啦吼，但是迄阵主前46年的时阵呢，罗马皇帝看到这个所在做强，伊决定要重建哥林多这个城市。也因为船啊会当为顶面呢经过这个石仔路，迄阵开始咧挖运河，但是也未挖好，挖一半。但是呢，船啊会当经过这个路顶面的这个石仔路呢，船啊经过的时阵呢，会当升这个船啊差不多1个月时间。啊，这1个月时间呢，伫冬天的时阵是足重要啊，因为冬天的时阵，迄时阵海水呢波涛汹涌，但是伊若会当经过这个海湾的时阵吼，这个运河也是讲石仔路的时阵，伊会当升差不多1个月的时阵，所以足侪船啊拢经过遮，经过遮啊，水手的落船，啊，船啊经过这个运河也是讲石仔路的时阵呢，甲另外一边呢搁落，会当升足侪时间，有一摆升即摆苏伊士运河也是巴拿马运河吼。会当升足侪时间，所以你会甲看哥林多这个教会，哥林多这个所在呢，伊的地理位置是足重要的一个位置。所以迄阵罗马的皇帝呢，决定讲伊要重建这个城市，因为146年主前146年以前呢，这个城市废墟啊。但是主前46年的时阵呢，伊要决定要重建这个城市，所以伊开足侪钱。罗马政府开足侪钱要来建设这个城市啦，有即摆成啥货？政府讲啊，去年还是前年，政府讲要8800亿吼，伊若讲要来建设这个桃园的吼，一定很多有知识的人、有口才的人、有能力的人就会来到来桃园遮吼。所以你若去读《哥林多前书》第1章的时阵，保罗甲哥林多教会的兄弟姐妹讲，恁的口才、知识都全备，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迄阵要建设这个罗马政府要建设这个哥林多城市的时阵呢，足侪有才调的人来遮吼。即摆就是讲啊，足侪博士都来遮啦，想要来遮趁钱啦。啊，足侪有能力的人也想要来遮咧趁钱啦。足侪外口的人口拢来到哥林多这个城市。有即摆像1996年，我为美国转来台湾时，我伫新竹啊，因为公司为美国公司甲我派转来台湾时，我伫新竹。迄阵我感觉新竹哦，逐个人拢讲哦，敢若讲趁钱尔啦，而且新竹哦，拢外口的人来啦。美国有诶时阵，美国读册了转来，啊有诶时阵就别个县市的人来到新竹这个所在，因为科学，因为这个高科技嘛，高科技底下，所以逐个人拢来遮尔，但是来到这个所在的人呢，拢敢若想要来趁钱尔。其实我感觉1996年的时阵呢，我伫新竹的时阵，所有的人我参与伫讲话的时阵，逐个人敢若拢甲我讲股票的代志，敢若讲公司要上市的代志哈。这个经营就是有即马像哥林多教会，迄阵的人呢，足容易趁钱的啦吼。台湾话钱啊，烟角渣吼。
来遮的人足好趁食的啦，足好趁食，花天酒地无问题。啊，另外一个是，迄阵的船啊，若要经过这个哥林多海湾的时阵呢，哥林多海湾的时阵，为经过这个运河还是讲石瓦路的时阵，水手呢随手都会上岸，随手上岸，上岸要创啥？就是要寻花问柳啦，迄阵我细汉时我伫高雄长大，高雄哦，迄阵我差不多四五十年前，迄阵我会记你讲，迄阵足侪外国的这个水手呢，甲高雄的这个所在呢，就拢去酒吧啦，上岸就去酒吧内底，这所在是共款。所以迄阵你若去，所以你若看迄阵哥林多这个城市的时阵，伊历史讲哦，差不多一个营，每一个晚上差不多有1000个女祭司为山顶来甲城市内底要查人有这个发生淫乱的关系，所以迄阵哥林多城市这个人内底人哦，吃喝嫖赌淫乱，当来啊，因为钱足济，钱足济，你会当趁钱容易，然后随手又上岸，淫乱的代志发生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哈。这是伊的历史背景，所以你若过去读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书，你就会了解伊，你讲啥话。另外你读使徒行传的时阵，第17章的时阵，保罗迄阵本正是伫雅典这个所在，伊伫雅典的市场内底常常辩论啦，参希腊的一个哲学家伫辩论咯，讲耶稣死里复活啦，伊常伫辩论啦吼。迄阵这个希腊的哲学家就较笑，足侪人伫市场内底，我去迄个市场的所在看过。市场的所在呢，足侪人就甲保罗笑，讲闹死人复活这款代志啦。所以保罗迄阵互人笑讥笑，伊是互人笑到无法度呢，伊离开雅典这个所在来甲哥林多这个教会哥林多这个所在。所以为人的这个眼光来甲看呢，保罗迄阵互人笑到离开，为雅典离开，来到哥林多这个所在。哥林多这个所在呢，你的内底的人呢，讲钱有钱啦讲这个食好呢，伊食了比你较好啦吼。吃喝嫖赌啥物拢，塞车是可能塞变数的，可能徛厝内底徛地堡，可能银行内底的钱呢比上人较济吼。为世人的角度来看，盖生伫这个所在要传福音无啥简单。我伫想，可能130几年前，马杰博士来这边建立教会时阵，同款无简单，一个外国来遮讲要讲耶稣人也无这个印象。同款的情形，来到这个所在时阵，安有时阵去甲人传福音，感觉讲哇，伊啥货拢有啊咧，讲钱伊比我较济呢。讲徛的所在比我徛较好，即马甲讲伊需要这个福音，有时阵内心有时阵会感觉讲，介像无啥容易去传福音。但是在这个环境的内底呢，上帝透过保罗建立哥林多教会，伊要做3项代志，伊要表示3项足重要的目的。第一项代志，伊是讲伫第6章的第9节，伊讲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奸淫、娈童、亲男色、偷窃、贪婪、酒醉、辱骂、勒索，福音仍然可以拯救他们。第一点，上帝要甲咱了解，就是讲，虽然这个城市内底足败坏的啦，足淫乱的，但是不要紧，福音是谁的大能啊？上帝是神的大能，可以拯救一切相信他的。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观念啊！我即摆我为差不多7、8年前，我为离开这新竹了，我即摆徛伫南港，即摆徛伫南港。我若无出来讲道的时阵，我伫南港浸信会聚会。南港浸信会内底有一个我的好兄弟啦，伊是基甸会的一个叫吴雄啦，吴雄啦，伊是我两个感情做好，伊甲我做过一个见证。因爸爸是医生。伊少年时阵读大学时阵足有钱的，但是呢，伊爱染上了这跋筊的歹习惯，一直跋筊，跋到厝里3岁拢输了，结婚了继续跋到因太太差点要跳基隆河。昨天我们还在分享，结果好佳在上帝
让他太太来到南港浸信会认识耶稣，得救了。甲因先生啊，带到教会内底，也能够信耶稣，啊，规个家庭完全的180度的翻转。啊，伊阵甲我讲一个见证，就是讲，伊甲我讲，伊有一个哥哥徛伫纽约啦，伊有一个哥徛伫纽约，啊，足早就信主啊，就是基督徒啊，吼。但是足侪因哥哥到位美国转来台湾的时阵呢，拢来甲看。啊，有时候伊甲讲，啊哥哥，伊信主了，甲因哥哥问讲，啊你若从来无甲我传福音啦，吼，啊你这基督徒，啊你若无甲我讲爱来信耶稣，因哥哥甲讲，啊你这无效啊，我感觉迄阵哦，你逐日干那跋筊尔，哪有可能信耶稣吼？我就想到这吼。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是上帝的福音，是神的大能，可以拯救一切相信。第一个，今仔安来学习的是讲，不管有时阵安伫路顶看到人，还是讲安的亲戚朋友内底，有时阵我也感觉讲，啊，伊无可能信上帝，要打破这个迷思，我们要跟他传福音，这些人才真的是需要福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虽然这个所在是足败坏的所在，但是上帝要建立的教会，伊的目的是啥？伊的目的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出来。建立教会是上帝伊家己的代志，我感觉是安尼。我们只是跟神同工而已。上帝是这个足败坏的所在，伊要彰显伊的荣耀出来。教会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出来。桃园长老教会130年前，上帝也要在这个地方。伊要彰显伊的荣耀出来，因为这是上帝伊家己的工作。伊讲，这是我的工作啦，这是我的工作。建立教会，伊讲，恁相信上帝，啥拢是恩典，包括建立教会也是上帝自己的事情。最后一点，该无一点是我要今仔特别请兄弟姊妹分享的一点，足重要，就是讲，伊即马上帝要伫一个足败坏的所在，呼召吼，伊要。呼召一群人来到这个哥林多教会，伊要建立一个新的群体。迄阵哥林多这个教会，哥林多这个城市内底，吃喝嫖赌淫乱，啥货拢有。但是上帝要借着哥林多教会这个新的群体，呼召来这里信主之后，伊要建立一个无共款，像外口的社会无共款的群体。外口的群体无共款，外口的人讲小三不要紧。但是伫教会内底，小三上帝不可以这样做。外口的人呢，讲互相过来过去，但是哥林多前书讲袂当安尼，内底爱长老、爱牧师来处理这款代志。外口的人咯，你若当市长咧，你若做当市长，你是先假啦吼，爱宴时你先假。但是伫哥林多前书讲，唔是安尼，我们要等待那些。比较其他的弟兄一起来享用爱宴。来，外口的人发生淫乱的关系，继母差伊的客囝的继子发生淫乱的关系。哥林多前书讲这种事情，你们要活出圣洁，不可以做这种事情。教会内底上帝无要，他没有叫我们脱离哈，伊无要叫俺离开这个败坏的城市，伊无安尼讲。伊讲你爱伫这个所在。来做盐，来做光。伫这个所在画出一个无共款的价值观，像外口的人无共款，所以外口的人感觉足奇怪。你若安尼，那像咱社会一般的人拢无共款，你看到物件那安尼，也稀奇，也想要来认识这位上帝。这是耶稣讲，在山上，你这个灯要放在山上，你要做盐、做光你要这样做光。所以为这个，你若为这个角度来看的时阵，上帝这个所共款，在这个时代，嘛是伫桃园这个所在，要建立一个无共款的群体。你应该是你这个桃园长老会是足好的教会，上帝要透过这个新的群体呢，叫恁画出无共款的这个价值观，互外口的人感觉讲，那安尼，那像外口的人无共款，因那像无共款。一来认识这位上帝，认识这位上帝。为这个角度来读的时阵，到底哥林多前书强调哪一些不
无共款的价值观。时间的关系，我讲两个，讲两个，足久的讲。第一个最重要的价值观是，你爱看重永远的价值。外口的人讲较实在，拢干那看一世今生啦，一世人尔。但是俺是上帝囡仔，俺看的是永远的价值，永远的价值。外口的人可能投资，干那投资一世人的这个投资尔。我们看重的是永恒的投资。到拄啊，这个长老读的这个第3章的第12节到15节了，我用白话文讲就是安尼。耶稣搁要来，耶稣第2道来的时阵，伊要做审判的工作。审判有审判，不认识耶稣的，后审判认识耶稣的。我们这一些神家中的人呢，伊会甲你讲啊，我互你1000两银子，啊，你做啥物？互你2000两银子，你做啥？互你5000两银子，你做啥？所以在教会里面的时阵呢，耶稣徛伫遮吼，啊，像耶稣坐伫遮，啊，后壁呢按一个位，后壁行来耶稣头前，要做审判的工作。啊，两边有大火啦，哇，火足旺的啦。啊，为后壁行到头前的时阵呢，你若迄个离短暂吼，暂时的这个价值的物件拢烧去啦。你使啥物车拢烧去啦，迄无重要。你徛啥物厝啊烧去啦。啊，你这个银行内底户头，你是啥啊烧啊？你啥物学位也无重要。干那这个永远内底有价值的，拉到耶稣头前的时阵，才会当存留。三位是永远内底有价值。你对神的认识，神话语的认识，还是讲你加拉太书第6章讲圣灵伫咱生命当中有结这个果子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良善、信实。你的嘴唇有没有结出俄勒的果子？赞美的果子？你刚好结出福音的果子？你有没有去传福音？你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是怎么样连结？你在教会的服事，这个家拢是伫永远内底有价值的物件。干那永远内底有价值的物件呢，才有办法存留，否则其他的物件拢会烧去。这是第一个，上帝要甲咱讲，你遐世间的人拢干那看今生尔，干那看短暂的价值的物件。但是上帝讲，你爱看重这个永恒的有价值的物件。我为1996年为美国回来的时阵，我伫美国的时阵是伫一个公司叫做贝尔实验室啦，贝尔实验室 AT&T 贝尔实验室，迄阵的公司讲要派一个人回来台湾，甲新竹科学园区呢，甲公司内底2000外的专利呢，移转给这个科学园区啦。我那时讲，迄阵讲，敢若1档2档，我就自愿，因为我迄阵我妈妈还未信主啦，我去美国读册了，拢无时间同阮的爸爸妈妈呢，阮爸母有一段时间的相处。我甲阮太太讲，回来台湾陪阮爸爸妈妈差不多1、2档刚好。阮太太讲，足好啊，所以阮回来。除了做工作之外呢，阮就传福音给我爸爸妈妈，这是另外一个见证。应该要伫高雄灵粮堂也受洗了但是我回来的时阵呢，因为我爱把所有的技术呢，这个寄转给所有的台湾这个高科技公司，所以我常做一个总经理啊、董事长啊，拢常讲，特别迄阵是讲，这个无线通讯手机啊，技术啊所以我认识足侪这个张楚军总经理有一个总经理甲我讲安尼啦，我想要成立一家公司做无线通讯我叫你来做总经理啦。迄阵我真很心动啦因为伊甲我讲哇，你啥话拢互你啦囡仔可以当行路就去学校迄阵新竹的高中是足乱的啦所以会当若徛伫新竹科学园区内底是真正足方便的所以但是呢，阮太太常我得来祈祷我必须讲，每一个人在神的身上带领是不一样的在我身上的带领感觉讲上帝要甲迄个平安放伫我的心内另外就是讲。进食祷告的时阵呢，这个阮太太上帝互看到2个图画，参牧师讨论了，感觉讲这2个图案其实不是很好，所以长话短说就是讲该尾阮就决定讲无去这个新的公司，继续伫这个美国公司内底工作
因为安尼呢，我就伫新竹灵粮堂，我就开始做执事会主席吼。十当的内底呢，哇，看到新竹灵粮堂的成长，我们的建堂啊，建堂，今晚你若去新的个时阵哦，北一高南下的时阵哦，右手边的是一个很大的十字架哈。哇，我感觉我们经历到上帝很奇妙的带领，怎么样让我们去标地，怎么样让我们建立这个教会啊，然后继续的植堂，植了5、6个堂。然后人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起灵命的成长，然后新竹灵粮堂呢，一尊也有区牧哦，我是区牧了哈，那牧师之外有区牧，我下面有9个小组哦，跟弟兄姐妹的关系非常的好哦，甚至于到现在啊，今嘛足侪少年啊这个兄弟姐妹因为做足侪人生重大的决定的时候，除了跟牧师讨论之外，也来台北台湾的讨论哦，我感觉讲非常的感人哦。回过头去看，这些都是在永恒当中很有价值的哦，这些都是在永恒当中很有价值。马太福音哦，耶稣讲讲，马太福音第6章的第19节的讲讲，耶稣讲讲，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有的虫子会咬会歹，有的贼仔会甲你挖一个坑。会给你淘汰了哈！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这个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要看重永恒的价值，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另外一个就是讲，我差不多受洗，伫美国受洗，到今嘛差不多已经信主应该将近40年了哈，大概30多年哈。我个人的经验是，你若看到上帝的代志，上帝就会看到你的代志。所以马拉基书一本讲，你若按照10亿奉献的时候，上帝倾倒福分在你的当中，倾倒福分在你的当中。我会记得迄阵吼，因为我迄阵计划我是负责台湾的，我是台湾的总经理啦吼，这就是前美国公司台湾总经理啊。美国公司足看重这个业务啦，你若业绩做了无好，伊就甲你抬头吼。所以我迄阵伫建堂的时阵吼，迄个新竹灵粮堂在建堂的时阵吼，有几下道吼，我甲上帝讲，哇，今年可能业绩无好哦，因为科技泡沫化迄阵吼，可能做袂落吼。啊，迄阵请你教会你开会，开遐建堂的会。啊，有一道我开会了，啊，我坐电梯要落的时阵哦，我感觉上帝甲我讲，给我一个特别的安慰，伫我的心里甲我讲哦。因为我前我甲上帝讲，哇，可能今年无法度啊，可能要离开啊。啊，离开，若去台北做代志，无法度去继续这个建堂的这个计划吼。迄阵改成有一个特别平安伫我的身躯，上帝改成去甲我讲，你毋免烦恼，建堂若无建好，以前哦，我袂互你离开啦。啊，我等于甲阮带来分享这个见证，我讲上帝改成我这个确据讲，一定会甲你保守，直到建堂结束。啊，果真，2007年。教会搬入去竹北的这个新堂了。2010年，这个公司的经营的不好，就优退方案出来。我的2010年，我摕这个优退方案，我就离开。伊当呢，我的老二呢，拄好为高中毕业，伊想要去美国读大学，迄年的去美国读大学。所以时间上呢，我感觉讲很感恩，上帝很感恩。迄几当下继续伫美国公司赚美金啦，吼！我讲会当付你的学费啦。啊，时间上衔接的真的很好，所以第一个，上帝我看到是讲，你要看到永恒的价值。第二个，简短的讲，你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你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教会即马有一个无好的文化，就是讲消费者的文化，我来观察，来遮敢若看教会，当互你做啥，互你啥物会尔哈。但是真正上帝的心意是，你来家要服侍，你要服侍，你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在旧约的里面哦，旧约里面上帝安怎称赞这个摩西呢？希伯来书跟旧约的这个生命记，或者说其他的这个经文的里面，上帝伫学了摩西拢是讲，伊是伫阮的全家伫神的全家诚然敬重。上帝伫看伊的囡仔的时阵呢，伊上看重的就是真重。
伊无讲你的温厝偌大吼，伊也无讲你奉献有偌济，伊讲你爱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你一定有法度做忠心的管家。伊若讲你要做一个有恩赐的管家，无一定，圣灵分配恩赐不一样，还是讲上帝讲啊，你爱安怎，有的时候你可能做不到，但是忠心的管家你一定做得到。什么是忠心的管家？就是上帝安怎讲，啊，你就安怎做。你若看重上帝的代志，你就一个忠心的管家。譬如说啦，教会内底足侪需要兄弟姊妹共同来侍奉的这个事工。无需的时阵，伊可能会请兄弟姊妹去探访一些弟兄姐妹，你得忠心的去把这件事情做好。还是讲教会内底有时阵爱请你带茶巾，你得好好的去准备。我觉得呢，譬如说圣歌队长啊，圣歌队今天要这个练习的时候，就准时的出席来练习，好好的来服侍上帝。这个就是忠心的管家。我讲了最后一个见证，我就结束了哈，最后一个见证就结束。迄阵为美国回来的时阵呢，我若算讲是差不多一档还是2档，我就要回去美国吼。所以我迄阵的时阵回来的时阵，我无甲美国的厝卖掉所以无甲，所以厝呢想要甲租出去，因为差不多1档2档了，回去美国的时阵，我需要一个所在去转去住吼。所以就祈祷上帝讲，甲一个好的人带来租阮的厝，租美国的厝我喺美国迄间厝也是。真大间啦，迄个土地差不多1个 acre 哈，1英亩的地啦哈。所以就祈祷，奇怪，上帝拢无带人要来租这间厝吼。但是呢，这个有一日呢，阮太太甲我讲，我足奇怪，昨望到一个姊妹的这个面啦吼，迄个姊妹是我伫教会内底。婴儿室内底当工啊，是童工在婴儿室，因为阮太太迄阵是抱这个抱婴儿室的哈，就是说她在婴儿室服侍。伊感觉足奇怪，另外是讲这个姊妹是中国大陆来哈，就伊问讲你敢好？伊讲无啥好吼，伊这个姊妹甲我讲，伊讲那无啥好，伊就讲因为伊个要生囡仔，伊有一个囡仔，但是呢，佮要生一个第二个。本来是徛一个很小的一个 apartment 因为美国这个 apartment 呢，这个一个卧室的 apartment 袂当徛伤侪人但是伊家己的爸母呢，家己的岳父岳母呢，拢想要来美国。你看20-30档以前呢，中国大陆足侪人想要利用这个机会去美国，所以伊足侪伊家己的爸母啊，佮伊的这个大官啥，伊拢总要来，所以伊感觉很伤脑筋，唔知要对这个租厝，因为租伤贵，伊无法度负担吼，伤大伊可能无法度负担。阮太太听了，转去就甲我讲，阮就祈祷吼，感觉上帝介绍要。我们的领受上帝要叫阮把这个厝呢租互因啦，所以阮就甲讲，恁来徛阮的厝用恁即卖这个厝税呢来付这个厝。哎呀，我讲无了吧，这该前我们说我们的祷告，上帝有这样子的带领，结果因徛入去之后吼，足感恩的啦。但是足侪大陆的人呢，若去美国去遐看，就拢徛伫间厝内底。徛伫间厝内底呢，伊就甲传福音啦，讲伫内底20-30个人朋友伫内底信主，我们讲哈利路亚，感谢神。另外呢，因为伊这个房子比较好寻，伊就变成阮华人教会跟若歌教会内底这个大陆事工的主席，拢是伫牧养大陆来学生啊，还是讲学者，还是讲工作的人足侪人伫内底信主家己伊家己做门户的，伊的囡仔读了足好的大学到尾差不多徛阮的厝，差不多徛4-5档了，家己也买厝4-5档了，我迄间厝也甲买去因为我都搁转去美国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伫台湾差不多5档了，就困难转去我要讲的是安尼兄弟姐妹有的时阵上帝
今仔日可能无叫你甲你第二间厝做上，毋是可能毋是安尼。但是上帝有的时阵啊，特别负担放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要去顺服神的话。当你顺服神的话的时候，你就成为那个祝福的导管。台语不太会讲，所以用中文讲一下，很重要。当我们成为一个忠心的管家的时候，你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而神上帝要叫我们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而自己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蒙受他自己的祝福。这是神做事的法则哦，这是神做事的法则。我最近回去新竹灵粮堂，常常跟新竹灵粮堂的人讲，你们的恩典太大，你们要多帮助其他弱小教会。的确是这样子，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后面还有好几点，我今天时间关系我就不讲，我只让大家看一下。它很重要的是在教会里面，教会内底爱有一个圣洁和睦的心意，很重要。在教会的里面，你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和睦的心意，你要活出基督自由的丰盛出来。很多的事情，大行代志你有当做，不一定对你有益处啊。有的人呢，常常问这个问题，这干不得这位呢？有没有益处？有没有受到罪的瑕疵？有没有荣耀神？今天今仔日我用足简单的这个无同款的这个群体，上帝今仔日伫桃园长老会，你若是一个无同款的群体，你从外口的人，你伫你的亲情的中内底，你伫公司上班的内底时阵，还是你的社区内底时阵，人看你讲，你是无同款的，你看重的东西，行出来的东西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有人会甲你问，我伫公司内底时，有人会甲我问讲，恁基督徒哪安尼做？伊的标写是目的是什么？你就跟他传福音啊！你就跟他，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求神大大祝福赐福这个教会。我用中文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桃园长老教会设立在这里已经130多年。我们求你自己把那后面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大大的赐福在这个教会的当中，祝福牧师，祝福弟兄姐妹，祝福长老们。主在这里兴旺福音，在这里，当世人看见这个教会的时候，稀奇这个教会的荣耀，稀奇这个教会活出来不一样的价值观，以至于人来到这里。主啊，你把在桃园当中你所拣选的一个不少的放到桃园长老教会的当中，让他们在这里能够认识你。谢谢主，在这个好像看起来世人看起来是有败坏的地方，但是你却要在这里建造你荣耀的教会。谢谢主，我们将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过来唱圣诗第255首，圣会独一的地基。大家起来吟传首。
济，即时来奉献，请陈秋信、赵美珠两位技师来施行。咱三个来读今仔日的经句。高所仰望伫管家的，是爱伫伊田中。哥林多前书4章20。来，请。高所仰望伫管家的，是爱伫伊田中。哥林多前书4章20。请咱来看今日的周报。第一页是本周服侍人员，甲后周的服侍人员，请大家来注意来看。但是后周咱无爱餐。周间的聚会，咱今仔日有妇女团契甲夫妇团契联合，踮伫701的会室，是11点开始。题目是医美问答加分享，迄是请刘廷圭执事刘医师来主理。其他的咱的团契的组织甲聚会练习，抑搁咱的社区的活动，那请咱大家来家己看。教育部的课程授洗班9月15要开始第1节课。请咱遮当中，若是有人意爱要来受洗上课的人，请去到办公室来报名。寄生课程9月18今仔日课教会论陈卓的长老来上课。
但是9月15迄日是暂停。后壁则是咱的主日学的组织甲课程，师范班嘛是伫9月15迄日，是中秋节的连续假期，所以嘛是无上课。咱的小组的组织，嘛请咱的会友来踊跃参与，伫咱的旧部顶面，遮逐区拢有聚会地点。奉献的遮所在若是有错误，请咱会友来往咱的办公室，也是咱的总结来反映吼，安尼才爱注意看吼。消息报告：今仔日的主日，咱真欢迎国际读经会的陈赵莹博士前来分享。而且外口则有一个搭伫遐，有介绍咱读经会的所有的册，甲遮个分享的DM， 大家会使去看吼。过来就是中昼，咱的财务部11:40，等伫6楼的办公室要召开的部会。后主日是咱承德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主日是请咱圣湖教会叶志达牧师前来咱教会来请安报告。咱牧师要前往甲伊交换，前往新屋教会来请安报告。后礼拜中昼12点，伫701会议是要召开团队部甲圣诞节筹备会。请咱遮部员来出席参加。教会消息：10月初6是咱教会和会的中级改选日，则有刊登咱即马候选人的名单，有长老甲执事名单，请大家来替因代祷。第2就是牧师伫9月23到30休假，休假期间呢，咱若是讲有大细项代志，就是请咱的小会书记吴传新长老来代理。9月29原本的小会改做9月22。第3就是咱教会遮青年遮申请。即马叫做力学经，这个部分呢，对即马开始一直到9月29中昼12点截止。这力学经咱即马的办法因为修改，所以伫咱的4楼后壁的公布，若遐有公告，请大家注意看。咱即马就是放宽所有的里面的内容，将这内容为着鼓励咱的青年来到教会来接受这个信仰，来认捌信仰，甲教会连结。第4点，今仔日下晡1点到2点是第4节课，领袖呼召甲训练，请咱中职、同工甲咱在座的咱的兄弟姊妹。咱踊跃来参与，已经第4节课，还佫剩3节课。今仔日是伫6楼，无伫7楼伫6楼的副堂遮上课。9月13中秋节迄日，办公室休假，所以无人上班。你都毋好敲电话过来，无人接无。9月15后半年的授洗课程。已经开始拄则讲请大家，若是有人要上课的，请你来邀请伊来上课。教界消息：承德中会上联部事工中央敬老感恩的礼拜，会踮伫来福新餐厅，日期是10月17，迄日报名费是1人400块。要参与的请
蔡素莲姊妹甲杨竹华技师来报名。上尾这是咱的消息，就是合作社的今仔日中昼12点2701会是要调去合作社的理干事会。其他来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通过今仔日国际读经会，咱邀请到即个地教人牧师来到咱中间，做礼拜以及一只分享。即点咱用普话声来代表咱的感谢。头壳嘛有讲到，一外口有即个册单，咱相信咱奉献有逐种方式，嘛毋通等下当来即个册单，直接来关心，直接来购买。好，头仔一只有第一位来到咱中间的一位姊妹，陈美玲姊妹，陈美玲姐妹，在这当中，你问你边仔的人讲，你敢是互做陈美玲？紧来看咱问者，哦，是后壁。好，欢迎你来，欢迎你，好，请坐。嘛，毋忘咱会当带咱的新朋友，等下来到6楼做伙使用即个爱餐一只三角杯。头我讲到，因为9月13是中秋节，办公室无人上班，毋通卡来。总是恁兜的肉若补了伤济，食袂起，会当卡来到的服务师，牧师会当帮你解决。无影啦，真正补过头毋通扣吼，牧师要减肥。好，最后一只倒一摆，甲咱邀请吼，今仔日咱的领袖的即个训练是伫6楼，或是伫6楼毋忘咱会当爱餐了后半工留落来一只做伙来三较合适。以上一只做补充报告。上营第389首，阿罗上帝至关至尊。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引带，愿三位体上帝帮助阮，互阮即群通过基督所呼召即群新的属灵的群体，会当成做社会的亮光，嘛会当互阮通过活出无共款的价值观。成做别人的祝福，也愿主上帝互阮堂教会成做荣耀你的即个所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向鼓励讲，愿意诚侪忠心的关机。